弟姊妹，大家平安。伫这个住所行着的日子，咱来到伫伊的面前，要来用诗用歌，上重啊，用咱的心灵要来敬拜这个听咱阿爸的上帝。这时，咱要来唱这个诗歌，所以邀请大家每一个嘴拢来开，咱的嘴若开，心就开。 心若开，灵就开，圣神能够伫咱来安慰、帮助、甲鼓励，好，来，咱即时来吟新圣诗207首，古圣诗11首，新圣诗207，古圣诗11，上帝之源，我爱称赞。 常常学老出声，嘴落地行，心神笑脸，夸口我主的名。兄弟姊妹，上帝之源，咱是不是拢来学老，拢来学老出声？第在咧，来，上帝之源。 姊妹，
人国啊，恁着学了耶和华人民啊，恁着学了上单义，因为伊向咱大施主爱，耶和华的诚实，从甲永远，恁爱学了耶和华。这边咱来念圣诗，
因姓氏207首，文才首，上帝器官有爱精彩。咱伊完起来，咱来用台湾基督教教会使用告白来告白，请。万姓兄弟，众者通义人大满也，同一亲戚，一14大岁来救主，且心马大精品，也念对现行高台，对在路花园最大，最大的难题，这一救主亚所遇到，对也后报，并且也细说万话。天地上的阴阳干公义，好让大小有个和，言行就现行，要不让有搭档，心术会让，好让你变形会变形，到众出来，万喜心灵上的收归节节，记载也优秀，最万幸用大兴外尊敬，万喜。到位上的对情关系，就要来算压缩都精进，最后到形象讲，好势，各地不同不同，用所有人民通过那时候来将这更马的如何关系，来对上的问题来解决，最下列。用人行厉害，大会性情化，为人跟上的，万幸上的华尊良，在一定用好，来不分别作者，这大义大关一岁了，第二年南无社会正义干部这种，要不为各对精神的心情，重视罪。我们在顺属，后来把命运干上的关系，所以人有花个压缩都救婚，没有人对着我一点好吧，我是按照一点主义，一点一个加最新上的，我虽然加最功，充满公义，平安大欢喜，阿门。啊对，现在科英文吼，这个为了研究18年，啊，我来睇啊，非常来意。我来会晓讲人的语言，用去题材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
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恁若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恁若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盼望。第声，我知上帝信息的温数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日落来。啊，做囡仔时，讲袂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年，咱现在亲像照镜咧看，如无明。我现在只有在一部分。一声。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赦免我，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而且做我的救主，救我脱离罪恶的捆绑，甲将来的审判。也求主耶稣对阮主宰，带领阮的一生也愿意来教会来敬拜你。我嘛恳求主救我脱离这个瘟疫。灾害医治阮，祝阮平安、喜乐、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信息如鹰展翅上腾。
社青吼，遮尔好美好的诗歌吼。来，首上帝的话，咱来读圣经吼。创世纪50章15到20，马太福音10章14到15节。来。有些下那地方的老辈死，就过，现在就是别换困难，要让情安大一隆重的一起过难，就让你一定要接受，你老辈为是来心，我讲，你要对要是安尼讲。情义的重要，爱安排你，有你下面因为贵是甲最好，但因为下面你的上帝的老婆贵是，面对要是讲这话，要是就记下，伊这听过来，伊真好，我是你的老婆。要是讲，明天我当非常的经典的艺术家，重视上的艺术所，在保存这家的性命，真哪里，哪里能听？我的有志，甲你的家里，要是用心来。安慰因，因下面人会是，因也下面人，因那无下面人会是，因我下面人会是。咱请罗马书来咱讲一个不计算的叫恶的约瑟。大家平安，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大家伫地，咱大家同心来祈祷。主啊，这时恳求你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一摆要对你的话，而且大家的心，对你的心充满伫阮，阮真正明白你的话，伫你的话顶面，听着激励阮，帮助阮，甚至阮的生命中最大来福气，满满不但伫阮的身上。会当将你的话劝传伫四周围，才会甲阮有关系的每一人的身上。做可能会当我一摆透过你的话，听着阮的快乐甲帮助。但是阮三个学习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来平安。平安。这首歌我相信有真侪人是爱唱。真侪人唱了也真感动。伊讲上帝袂捌应允天色啊呐，常常是哪色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第一节的歌词，伊安尼甲咱讲：上帝袂捌应允天色常拿，人生的路途花芳啊呐，路途啊呐，拢常常会当互你遇到。上帝袂捌应允，常常啊呐，好天。无落雨，常常快乐无痛苦，常常平安无挂虑。上帝却捌应允，互咱生活啊有快乐，行路咧，伫路上啊有光照咱，工作得到休困，自然得到帮助。危险艰难的时候有通倚靠，无限的体谅，无死会疼。因为即个拢知影，人生即条路，确实拢毋是一路拢非常的平安顺利的。有时，无伫咱的生涯规划的中间，有即个暴风雨，会突然间来袭，互咱会当伫遐感受到迄个惊吓软的，毋知要怎样。我用上简单的例，前有一个地动有无？咱前有一个地动有无？咱感觉有大无？有惊着无？
我讲有人有惊着，我迄阵甲一人斗阵惊，迄就惊着，想会安怎吼？把聊吼，确实真大，吼，这是互咱有些感受着。有时艰难困境，差不多简单啊啦，到伫绝境，互人的肉体软弱，感觉非常的孤单，彷徨无助，完全找袂到性命出口。验知即个性命，即个痛苦的即个颠簸，会到第时才会结束。迄个时，咱要怎样呢？兄姊妹，伊圣经拢一直遮咧甲咱教导，咧甲咱教。当你的心里啊惊吓、软弱、无助的时，但是差不多要绝望的时，咱一定爱回转转来敲碎这位创造生命的主，听你是不是愿意为着你放下生命的主耶稣来帮助咱？伊有只有伊，会当互咱伫黑暗的中间看见即个光明，但是咱唯一的毋茫，转向伊，仰慕伊，倚靠伊，才会当创造生命的基业。得到反败为胜的机会，所以伫这个创世纪的中间，这个约瑟，咱看伊正伫人生上黑暗、上软弱无助的时，伊选择甲上帝相同行，是不是安尼？这是非常重要。伊倚靠上帝，行出人生上黑暗的时期，上帝也帮助伊来实践伊少年年轻的时的梦想，这样子的圣经直接甲咱讲，耶和华上帝有丰盛的怜悯甲慈爱，所以咱凡事爱遵主做大，遵行伊的律例，人生的道路虽然有坎坷，主有丰盛稳定，跟对咱一定，互咱会当福杯满溢。圣经无说明。无计算人的歹约瑟，而且甲咱三个来分享。生命中平静安稳，是来自真心的什么疗伤？我毋知咱今日这礼拜有即种的心境无？咱咧读即个主导文，读到写咧阮的辜负，因为阮也有写咧辜负阮的人的时，有种感触。有人讲伊读袂落去啊。因为想起有人真无情，伊遐来伤害着咱，即个软弱软弱的心灵。伊到今仔日想起来，心也是真痛、真受伤，无法度原谅。按照人情甲法律，应该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才会当显明公义甲公平。再又无叫对方付出惨重的代价。就轻轻伫遐来讲宽赦赦免的，你系即个牧师相信，伫咱每一人生命的顶的中间，少少，有时拢会互人有意还是无意的伤害，这种痛苦的经验。请问，你如何面对遐对别人所来的伤害呢？这种有意还是无意的伤害呢？为了要这个伤害，这个伤害叫人会诚做怨恨，永远存记伫咱的脑海内底。所以每一摆若想起来，这个伤害所形成的怨恨，会刺透遐离咱的内心，但是毋茫造成这个伤害的分裂，早伫遐来得到医治，并且转化诚做当激励咱。心智的生命动力的，头前到后壁，我牧师期待咱拢会当来选择后壁，总是要互咱的心内即个伤痕，得到即个医治的迄个先决条件，就是爱宽赦、爱赦免，迄个捌伤害过咱的人也是代志。因这并是真简单做到，所以伫圣经里面，
马太福音6章14、15节，主耶稣安尼甲咱讲，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恁的爸也无要赦免恁的过失。其实主耶稣的意思讲，假使咱若毋肯饶赦别人，上帝啊也袂饶赦咱。因为安尼是要得到上帝赦免，人就必须爱赦免家己的兄弟姊妹的过错过犯。所以咱直接来看讲，原来这个饶赦别人的过犯，既然是甲求得上帝的饶赦之间有这个密切的关联。其实饶赦别人过犯最大的受益者，我甲你讲，其实就是咱家己。这个作家 Louis Smith， 这个先生伊伫伊的著作《宽赦甲袂记》这本册顶面有讲着讲，治疗这个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爱宽赦伤害你的人。照着宽赦，你口讲了加入的这个犯人，而迄个犯人呢，就是你本身。因为受到伤害的痛苦，你结出这个怨愤的心路，将咱家己安关锁伫内面，所以只有宽赦甲袂记，这咱开启咱心路的这个锁匙。确实，只有原谅迄个伤害咱的人，才会当互咱对伤害的痛苦记忆的这个甘露中透放出来，无搁再受到这个伤害的折磨，并且用全新的眼光来迎接未来的生活。这今仔牧师用约瑟的经验，要来跟咱大家来分享，如何来赦免亏欠咱的人。对圣经创世纪41章到今仔日50章的中间，大概咱分出3项，才来跟咱分享。头一项就是互伤害过去。就是讲，听出这个伤害的影响，家己才会当得到自由甲意义。第二项，心中若有这个痛，就这个悔改、悔过的机会。第三，用新的眼光来看去上帝奇妙的作为。头一项，互伤害过去，就是讲爱听出这个伤害的应允，家己才会当得到自由甲意义。圣经直接甲咱讲。讲基远的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铺地归纳的查某囝阿瑟那，甲约瑟生2个囝。约瑟甲大囝号名叫做马拿西，因为讲上帝予我袂记哩我一切困苦，甲我的老爸的全家。伊甲第二囝号名叫以法莲，因为讲。上帝予我伫我受苦的所在兴旺。创世纪41章50节到52节，咱会当看到对约瑟的这个号名，对这个约瑟的号名，咱伊的意思来看，已经对过去伤痛的影中赢出来。既然咱要袂记咧别人加伫咱身上的这个伤害。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时间的。尤其创伤若愈深，所需要时间就愈长。特别亲兄弟无情的出卖这种痛苦的经验，必定伤害着约瑟非常的深。尤其佮突然间离开亲爱，非常疼惜伊的老爸，更加互伊伫遐悲叹。直到10几年了后。这种伤痛总算因为伊的囝的出世来得到安慰，这就是这个性命的出世，会当互一个病人，互一个无五万的人，人生看去五万，这性命非常的迄种真特别的所在伫遮。要伤害过去，会讲行出这个伤害应允。家己才会当得到自由甲意义。总体上有一寡人受伤却毋肯家己
即种受伤的痛苦，爱是惊遐去回想，也是有时啊，点仔是因为骄傲，刺激阮家案拒绝承认家己受伤害，所以将即种的痛苦深深稳藏伫内心，结果互家己一再会受痛苦即个记忆的点来折磨，无法度得到安慰。所以只有只有坦然只有坦然的承认即个伤害，互咱痛苦，甚至产生怨愤的心的时，咱才会当决定得还是毋得，互即个伤害继续留落来伤害咱。今日遐姊妹，会当决定如何来过日子的，是你家己，是咱本身。毋通互即个伤害继续存留，等留落来来伤害你，来伤害咱本身。咱来勇敢行出即个伤害的应用，互伤害离开。这如何要行出即个伤害的记忆的应用呢？将着咱改变即个记忆，用全新的眼光来看清楚事实。点在迄个伤害咱的人，伊本身累积真侪伤害，伊可能是一个可怜的人，因为安尼死伊才会去伤害别人。其实伊真软弱、真软正，真需要咱的关心甲帮助。做新的眼光，才袂互对方恶劣的态度、无好的情景，伫遐来影响你，来左右你的心情。兄姊妹，点使咱无法度来了解迄个伤害咱的人的内心，伊真正的想法是怎样？咱也毋知迄个人是毋是真诚的伫遐反悔，伫遐悔改，搁点使对方根本就无认为需要你的宽恕。总是，咱着要清楚一项，其实对方如何并毋是重要，因为真正需要对着讨棒的人，并是对方，其实是咱本身，是咱家己。所以迄个积存伫咱心目中的迄个无好，即个无好就是亲像怨愤受气，这家己喘袂过去，互你活得非常的辛苦，真无快乐。咱着爱互伊离开，咱着爱放落即个无好的大石头，你才有法度自由。性命就无互即个无好伫遐来折磨捆绑，你才会当注目看伫你的人生，你才会当注目伫你的人生中上重要的有价值的第二点面。毋通因为过去，互咱过袂去，放走过去的痛苦伤害，才有咱快乐重新伫遮来开始。第二项，心中若有惊，有即个悔改，是讲悔过的机会。所以咱的先甲麦金堂，伊捌安尼讲，伊讲宽赦咧，是被伤害的人伫心灵上的一种主动过程。伊着爱赢过即个迫害，你甲伤害伊的人重建感情。因咱知影别人对咱无公平的作为，伫遐伤害了咱，甲造成双方争议的即个迫害。现今，咱愿意袂记咧对方的歹，总是若想要重新建立即个感情，就必须通过双方的努力。也就是讲，受伤的愿意袂记，总是伤害人的人，也必须真心的伫遐悔改，双方中间的感情才会当伫遐来重新建立。咱拢真清楚，即个罪会带来良心高长的不安。只有真心的悔改，心才会当得到平安。这是创世纪42章的中间，约瑟，咱看见约瑟故意挑战伊的兄弟，可以因为自责来反省。圣经记载讲，因三角讲，
咱对伫咱的小弟实在有做，伊哀求咱的时，咱看伊心内的艰苦，也毋肯听伊，所以即场的苦难到伫咱。刘备应因讲，我惊毋是对恁讲，毋通害迄个囡仔来处罪，独独你毋听，所以留伊的血会做，对咱食会苦。创世记42章21节到22节的记载，即个出卖约瑟的即个罪恶感，常常伫因的内心伫遐背叛，伫遐捆绑着因，也因为安尼，因才会将现况所拄着的灾祸，认为是恶害伊的小弟约瑟的报应。所以，搁再一摆来到埃及咧钓牛的时，可能应约瑟的要求，带着伊的上细汉的小弟便雅悯同行。即个便雅悯就是约瑟共老爸、共老母的兄弟。约瑟伫遮想要知影，即个兄哥是毋是像当初歹款待以前欺负即个小弟，所以用计谋伊留掉即个便雅悯，并且同意其他人会当自由离开，借着即项来试验伊的兄哥是毋是关心疼惜即个小弟。结果，咱看伊即个兄哥毋肯单独来离开去。哀求一定爱带便雅悯转去，表明伊蛮关心伊年老的老爸的感受，也关爱即个小弟。而且伊的四兄犹大，咱看犹大为着便雅悯哀求情，甚至愿意代替便雅悯受着即个刑罚，留来做奴才。创世记44章16节到34节的记载，犹大而且愿意代替便雅悯做奴仆的表现，互即个约瑟感觉非常的 surprise， 因为前伊建议将约瑟卖予即个以实玛利人做奴才，现今既然甘愿代替便雅悯也来做奴才。早前伊毋敢指证伊兄弟，这兄弟咧谋害即个约瑟的即个错误。现在既然遮有胆量，伫即个埃及的宰相的面前替伊的小弟求情，迄做对老爸、对小弟的疼。这样圣经直接甲咱讲，伫疼的内面无有惊吓，独独焦肠的疼。赶出惊吓，因为惊吓就刑罚，既然惊吓会一疼，袂有焦肠。约翰一书4章18节，所以咱只要看见犹大甘心为着便雅悯来受这个刑罚，证明伊本身是啥物？是毋是真心的悔改？真心悔改。所以咱看见约瑟伫即个所在也藏袂掉伊的感情。伊圣经讲放声大哭，放声大哭。迄种的过去迄种不准迄种的兄弟中间迄个情，看命做一个伫遐完全哇，这就是哭有帮助的。咱若真正艰苦艰苦甲袂大哭一个会当舒缓迄个情绪这是一个袂歹毋通伤紧咱讲有人伤紧莫讲伤紧的，互家己身躯无好有时这是一个真理。所以甲遮的兄弟三人，所以对这段圣经的描述内面，咱看伊要赢过伤害迫害，重新来建立感情，除了真诚的悔改以外，并无别条其他路通行。第三项，用新的眼光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当伊老爸雅各过往的了后，约瑟兄哥非常的惊吓，约瑟伊完扣分咱知影这是人的心理，过去做拍款待人的时你若拄着即个，虽然已经好解，感觉好解，但是伊完会惊无？会若是会惊惊伊照将前对待伊一切歹，也来报应因，所以就托人
去求约瑟的疗效。伊若亲自拍伫即个约瑟的面前，谦卑恳求赦免。所以咱看约瑟的回答，真正咱看伊一位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对伊安那人生的过去、现在、将来的看法，就是明白其中必定有啥物上帝奇妙的作为。咱只看去约瑟安那甲因讲，讲啦，毋免惊，我兼替上帝嘛。前恁的意思是歹，总之上帝意思是好，要保全侪人的性命。亲像今仔日，创世记50章19节到20节就记载，经过这个苦难的约瑟，一直得到这个阳光免疫了后，咱明白人生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件代志的发生，拢有啥物？拢有上帝奇妙的作为。互敬畏上帝的人，伫即个顺服的中间，更加会当敬畏上帝。伫赢伫性命的免流了后，会当诚侪正人的祝福，让诚侪人的祝福。这伫遐圣经讲，我兼会当替上帝嘛。即句的意思，即互咱形容上帝是唯一的审判者，因为人的好，人的歹，人的善，人的恶，这个关键是在于这位公义的上帝，人会当代替上帝来做判决，而且代志发生，伊的结果是好也是歹，乃因为啊，每一项啊无共款，每一项无共款，咱会清楚一项，用约瑟做例，伊伫伊年轻的时候，互遮兄弟啊，甲伊出卖陷害，轮到伊用遮做奴才奴仆，共款的挫折打击，有人会伤心痛苦到啊，失去伊的志气，将你伫遐来沉沦，埋天怨地，甚至因为安尼死来坠落。所以约瑟却无被这个挫折来打倒，伊反倒安那自立自强，尽忠职守，敬畏上帝，任加顺担这个情欲，最后咧，不但得到人的肯定，甚至得到上帝祝福。假使伊若继续留伫伊老爸的家，现在只个是一个啊，互人安那听命的一个啊好命人的囝，有时可能会死底讲闲仔话吼，报尾啊。假使伊若真努力、真拍拼，不过是甲伊的兄哥共样，一世人做是咱啊各样的人。所以上帝去照着伊所受的这个挫折，到最后啊，高升伊食做啥物？埃及的宰相。这阵啊，伫这苦难中经历了磨练的约瑟，无论伊的心胸，无论伊的眼光，拢变得啊人更加开阔、深远。伊知影对人的眼光来看，陷害出卖亲兄弟，的确是恶得伫遐宽赦的大罪。所以上帝眼光，对上帝眼光来看，其实是要约瑟大成啊去到埃及做好准备的工作，以在将来奇远的来临的时，会当拯救伊全家，并且保全侪人的性命。所以对这，互咱来看起约瑟的谦卑，无因为家己得到这个官位而骄傲自大，反倒呢。伊也真正清楚明白，家己只个是上帝手中的啥物器具尔。但咱每一项对上帝手中的器具，也因为安尼是会当完全赦免伊的兄哥前所对伊的伤害，并且用亲爱的话安慰伊。创世记50章15节到21节，咱今日所读的圣经节。因为这个其实咱知影人，只要你若是人。咱拢非常的软正、软弱的，咱有可能也真容易伫遐做毋着代志，也为着保家己去伤害着别人。有时别人有意也是无意，也来伤害了咱。总是咱共款，也有意也是无意去伤害着别人。常常咱拢真正需要上帝甲人
会赦免，会赦免咱无心也是无知的过犯。那恁咱为什么唔肯去赦免别人的过犯呢？所以只有只有宽赦，才会当帮助咱脱离这个受伤的记忆、力的分别，无家己继续受折磨，伫遐来放过家己，才有有气力来开展咱新的人生。也只有宽赦，才会当重新来建立上帝、你、我甲别人水果好的关系。以宽赦带来灵内面的平安，灵的平安就会当互你的身躯勇健健康、勇壮，才有力量去创造更加丰盛、更加水果好的人生，互你的生命充满着富有欢喜。所以伫罗马人书12章17节到21节咧，甲咱讲。无得用歹报歹，伫正人的面前就多无这好事。若会得通甲正人和，就着尽力甲因和。所听兄弟啊，无得家己升官，就忍气较好。伊有记载讲，主讲升官在我，我要报应伊。若是你会对你枵，就互伊食；喙焦就互伊啉。伊行安尼是将热烈的火炭贴伫伊的头壳顶，无你互歹较赢，就互好较赢伊。即阵咱若愿意用好来赢过即个歹时，相信无计较，是讲计算咱是歹的上帝，必定会大大祝福伫咱。咱大家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阮感谢你，我一摆通过你的话，我更加会当明白，而且学习你的教示，特别伫你水果好的旨意中间，将阮的一生带到你的面前，清楚明白，阮只是上帝手中的器具，为了要拯救更加多的人。的灵魂甲活命，佮离别上帝常常甲阮三角离地，互阮会当有宽赦的心，不但会当宽赦人的欠过、人的软弱、人的无教业，并且互阮会当得到全新的生命、健全的灵界，重新来起造甲上帝、甲人水果好的关系。祝阮的上帝。恳求圣神充满伫阮，我会当用好报你的歹，领受上帝更较大的祝福，成就耶和华以罗兴，耶和华是大权的上帝。我来祈祷，咱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心大欢喜，我的喙就吟诗，那个。
我们一起念。主啊，我们衷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有的生命、工作、读书机会、家庭生活，全仰赖你的恩典而吃下。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献上也运用在教会事工。我们将祷告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我来报告，报告以前咱先来谈咱今仔日的进度。来，老弟，礼拜啊，有第2、反正礼拜，来刚刚留落来继续服侍。礼拜后创立关系，咱拿出来来用要改善自己，下系统，注意发展到欢迎所有踊跃参加。但是别人别是人聚会，注意也会传道，欢迎青年朋友来参加。这时间3日，儿童休息班，邀请圣经老师来指导。欢迎所有小朋友参加，但是说各国家、教会各团体会议吼，让进从这一个教会分的教徒教教委员已经有在新遗址参加。明山节，可能较早的婴儿礼吼，跟妈妈高4一节，也在一起，公主登山吼，拢年88岁。今日11月15拜5中午10点在3峡生华园林德天主办一顿水华礼拜，下晡3点在3峡天平山庄吼。举行就是做个礼拜，向参拜的，这请伫11月第2日，教会那已经来报名，已经安排加了，大概3点。报名者当天下晡2点从教会出来，三位做带导。第2点，向参加11月第7下礼拜吼。这礼拜若这请伫11月12礼拜1，早起9点开始，教会启动甲团契来鉴定，有位名也无限吼，但是爱实名制吼。第3点，大家将会伫11月12礼拜2、3日10点，伫大长江教会召开第3摆会议。本会经牧师我家己杨长老，去前往参加请代表。第4点，时间讲，大金帮节11月第3拜3，中午10点，第3日聚会欢迎参加。5点，准后日11月16拜6，下晡3点半到5点半，教会最近永定公主办周末欢乐派。还有户外活动，课堂康活动，会动作，到 DIY 美劳，到江心欢迎咱家的幼儿班的大班的这就基本在小朋友的，国小6年级弄上免费来参加，还要参加，向也会传道来报名这比较合适一下好。这活动的时间拢做跪拜吼，讲说下来用相关，
从豁然开口，咱是经过政府表完全开口，那大都等于要请厝边生意的囡仔就来参加，就来点。但因为这是下礼拜，台湾新南医的主任助理，他因太杨伟成新南县政策分享甲做伙，他为新南医规约刚但是来做较方便。总会举办第15届主学老师人民培育新活营，时间伫11月19号拜5下晡1点，甲拜6下晡3点。地点伫新竹圣经学院主题上，滚动性游行，伊讲大人在所，咱参加的老师请教堂的校长报名。我们今年是刚举办会，从2021年，2022哈，2022年2月，台湾学校同青年会议啊，是关区举办人工少年培养3年，教会补助一半，欢迎各中高中学生来报名，来转时间，夏天来辅导。因为农村咱大家农业别人爱支持，因为咱今日寿星，这礼拜的寿星，咱11月12日，往期日，11月12日。关心所报告，咱的需要，咱而家当心为啥随时来祈祷。主要上面，阮三甲组织伫咧面前，也人生学了100对你的话啊，对你学习。所以你即时，阮伫你面前的祈祷，阮伫遐所祈祷的，领受你的旨意中间的祝福。主，阮的教会需要，阮完全摆咧伫你面前。无论阮敲吹下礼拜日，新港教会的。来到时间，阮正下姊妹也是会需要，所以我拢献上伫你面前，特别靠你亲手看顾甘单，伫阮遮身躯欠安的，做可以等你成就医治帮单，分得着更较好，同到伫你面前，更加伫遐虔诚来敬拜你，做可以当我领受你的救恩，你的拯救。阮遮的需要，咱姊妹心情，祝福手也肯伫遮的出外，让咱姊妹伫国外的生活甲一切。主啊，感谢你伫即个武汉肺炎的新冠肺炎的疫情下面，由咱保守着阮，保全着阮。无阮伫即个医疗社的柱上，也是阮伫阮的生活。阮伫遮一切，然后对着你的保守甲看顾，阮平安伫遐来行过。到伫今仔日，阮台湾伫即个疫情的预防已经渐渐得到好，所以继续保全阮、保守阮。不但伫阮台湾，也伫全世界，如果一摆将阮本身遮所关心的代志，用经交托伊的手。阮兄弟姊妹的需要，也是阮伫遐求讨。代祷的对象，就可以当阮祈祷中间，更加伫你的旨意，伫遐来领受，伫你的旨意，伫遐得到保全，伫你的旨意得到较大的稳定甲祝福。就可以当帮助阮，伫阮所求讨的，可以当伫你的旨意中间来领受你永远的福气。我一摆就阮本身，阮的兄弟姊妹，阮的教会的需要。恭敬交托，阮的祈祷是靠对耶稣基督的圣名。总言哈，现在390来首，为514。
边行行，一年光光阿伯想想，世界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落去做工地，靠的稳定对阮做起，所受灵阮嘛加添，阮的信心留住帮助，若苦若在阮无限，稳定无限，稳定无限，不能将我通世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看，大家享受了圣神的贵力，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